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9，旧历的闰4月初7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高雄的轻电车通车6年来，第一届发生呛烟导火事故。讲这个列车驶到前镇之星车站的时阵，这个后车厢的车顶常常来呛烟，阁有臭大味。当时车顶有6个乘客，赶紧甲因带落车，好哩加载无人受伤。这件意外是属于铁道重大的事故。目前由专案小组调查当中。画面内出大一个轻电列车，咧出烟，当时停伫车站内，必要民众看到，火拍翻去了后，后车厢的车顶有明显臭大气喷射。这件事故发生伫27早时7点外，当时高雄落大雨，前镇有积水情况，一台轻电车驶到前镇的省站，后面的车厢咧呛烟，司机员赶紧通报刑控中心，车顶6名乘客。马上被疏散，国际警员特别火器，紧拍翻去，好在无人受伤。车内的车顶有火花事件，整个火有起燃的情况。这是轻电车对2014年营运以来头一次发生在车厢内面导火呛烟的意外。云南会专案小组现场勘查了后，认定属于重大铁道事故。看这个重大的事故有没有牵扯到派遣的问题员工训练的问题？整个原厂设计还有没有这个元件瑕疵的问题？高雄捷运无对外发表言论，只有表示目前列车停靠伫机场内面进行检修，正线是正常营运，事故原因厘清甲责任，也阁需要调查。